今仔日开学，这新竹县政府新开一条快捷9号公车路线，也开始伫咧试营运。不过，今早起学生囡仔呢是等半点外钟，有原是等无车，问题出伫咧营运厂商疫节客运，这驾驶呢无正常来上班，才害这车帮无来。县政府紧急处理，废止这业者丢避经营路权，改由另外一间业者来协助。在伊是开学日，也是新竹县快捷9号公车头一天试营运，不过透早就发生状况。本来早起6点到6点半，伫胜利北街发车，现场差不多8个学生囡仔伫等，一直等到6点50，也是无看公车到位。竹北的孩子要去新竹市上学，常常都超过1个小时了。来这边等车等了半个小时，车子不是迟到，而是整个就没有到。原来是营运厂商以这客运的驾驶无正常上班，所以无如期发车。新竹县政府紧急处理，采用上严厉处分，废止以这丢避经营路权。在下晡赶紧改由另外一间业者接线客运代替。放学的时段4点半到5点为新竹高雄发车。即日起就废止我们这个易捷科技的这个快捷路线的经营路权的筹设，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代驶的业者，那明天开始就会正常来发车。没有到班原因是因为身体不适，没办法准时出门了，一定是严厉的惩处了，因为这已经造成我们公司很重大的一个伤害。县政府新开的快捷9号公车路线，改由直线客运紧急营运，时间表原来有调整。上课的时间6点、6点半为胜利北街发车，下课的时间下晡4点半到5点为新竹高雄发车。下晡放学时阵，学生囡仔已经会当顺利坐到车。它可以直达我的学校，这样就变得比较方便。因为之前的话，还要先搭火车，然后再转搭公车，可以试搭看看那个新的车次。快捷9号路线经过高铁新竹站、竹北成宜园区，也佫包含东海国小、新竹高工等真侪间学校。教理处卖看试营运的状况，变动调整，提升通学的利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